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番薯爱歌，228毋是一个的日子，是一个互人软土深骨的记号。大条番薯拢互人掘了了，剩番薯根仔立伫番薯林下底。番薯根仔一直大条，生炭济济，有翅白色。228毋是一只一只的上魂，是一款互人毋敢出声的记忆。大条蚵仔会互咱掘了了，剩蚵仔囝徛伫番薯林顶悬，吞大番薯根仔，食人够，未死成草。228叫醒番薯的冤魂，留落历史的车痕。228定型米带卡照硬肥，互番薯出头。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51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丁春老师所带来《番薯爱歌》。选入去，咱邀请萧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心情，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228是台湾真重要的一个分野界线，意识的界线的分开所以我就写一个228做主题的番薯爱歌。这个咱台湾一般拢讲番薯2000万粒的番薯仔囝啥真正咧问讲啥台湾它会叫番薯咱这台湾的形注意看，对顶悬看。空中看的时，就一点仔像番薯同款当然这毋是讲这个形成。有一句俗语讲番薯救人无义。我前囡仔的时食番薯食到惊着迄阵的番薯个臭香未囥者就爱掣签落拍拍做番薯签才会囥者所以台湾人早期食番薯、食番薯签、食番薯会足济迄阵就是用这度饱所以这个番薯的概念、象征的意义当然真深啦就讲番薯本身是自古以来拢心不命，拢互人吞踏、互人管所以我才会想讲，甲番薯写一条番薯爱歌。所以我提醒讲，228毋是一个日子。毋是干一个日子尔，一日一日一档一档一直纪念，按着过是一个互人软土深骨的记号。这228来讲的是回头长，咱甲讲较简单的，伊是一个互软土深骨的记号。咱来看即摆香港的反抗的溃烂，老实讲，番薯对袂着。
番薯也毋敢。所以我才会讲，大条番薯拢互人掘了了。这大条番薯直接是代表头人，就替台湾人出来交涉，遐头人，包含咱陈澄波先生，足侪头人得顺啊出头就升格，就是讲猎仔头咧，在因看是说算猎仔头，猎仔头甲念掉，剩的就袂爱。啊，讲28定兴秘伫骹脚啊，28毋是无声啦，毋是无代志啦，毋是讲代志过啊，其实也伫台湾人内底咧发酵，继续即摆嘛咧发酵。秘伫骹脚应肥，互番薯出头，应肥就是落肥，番薯囡仔做肥会当伊大起来。我接触到真侪遐前辈，为台湾拍拼的前辈，我感觉真正因是咧应肥，若无因会叫醒，甲台湾的精神叫醒，台湾人戆戆的一大堆，伊对人行。这底用字，一个就是讲春，这个春是甲钱有关的，春钱，春几百万，所以这个春里，这教部是用宝贝的贝伫倒边，正边是声音的符号，春天的春，这算财富，算财富，所以文字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用句惯习，大家都接受。这春意思也合，声嘛有合，所以会使用啦吼。过来骹只，咱家己较偏江，台南嘛算较偏江，拢讲骹只。转来因会讲家只，好家也好，骹也好，即个骹只片，咱讲骹只片，迄龙骨对阿妈棍只开始烫到骹床头啊，几条。这叫做骹只，包含龙骨两边边啊，规拢算出来。这首诗的主角番薯，在过去的农业时代，对咱台湾人的生活，会当讲是非常的重要。顺利去，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介绍番薯的用途。番薯，在我细汉的时候，我所看到的番薯，就是黄色的加红色的。我所了解的黄色的番薯，伊食起来比较Q，若红色的，在我的感觉，伊比较松，但是伊较甜。在过去，咱搁伫咧九份遐，搁捌食过紫色的番薯。其实应该是讲，咱全省各地，咱台湾人其实嘛真爱食即个番薯。安怎讲？在过去番薯就是等于是咱的主食，对咱来讲是最重要。因为在过去日本时代，一直到咱现在。咱有一段时间真正困苦的时阵，其实咱台湾人普遍的家庭拢是食番薯签，番薯签较快活一点的家庭，佫有食到一点番薯签糜，佫来佫会当食到番薯签饭，但是是番薯签较济。佫为的因为惊即个政策无够好食。所以讲，有一段时间，拢会先甲即个番薯甲串签，然后拍干来做番薯，就是番薯签。准备咧，咱若要食的时阵无够的时阵，咱就是会当用即个番薯签在过去的囡仔拢爱用迄番薯夹伫遐咧串签所以讲，即摆已经足少看到啊。但是在我过去细汉的时候，我还佫捌看过，但是我毋捌食过番薯签啦。番薯伊佫会当做番薯饼。咱知影咱德山遐拢出产番薯番薯糖。若是咱生活出名的就是迄个地瓜球有啊。咱若是伫咧夜市的时候，拢会听到人咧发地瓜球，这嘛是番薯落去做的
过来就是番薯粉。番薯粉咱知影吼，就是讲，咱可能咧牵羹啦，甚至嘛有人钓沙的时阵用白滚水，然后泡即个番薯粉，还会用一点仔乌糖辣辣啉落去，对着即个钓沙嘛真有功效哦吼。228定型米带卡照硬肥，互番薯出头。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丁春老师写诗，关秀敏小姐主题讲解，查门客电台制作，家属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继续空中再会。